电话对我来讲真正淡薄仔悬呢，我的手伸落伫搭壳个顶，哦，到底乌有抓抓，大家好，今日是要来恭喜两件代志。一个就是我来报告已经第9天咯，个另外代志是，昨我知呀，耶！昨下阮姐姐已经生一个真古水的查甫囡仔，所以恭喜我大伊咯！对，今日咧已经来遮第9天啊，对，你看，我阁游玩伫1楼啦。本地咧是甲我讲，只要伫遮5天观察就好啊。结果朋友帮我问迄宿舍的管理员，结果伊就讲爱用啥物物件用了，才会互我搬。本地有前几工的时阵，我阁有问，伊就讲安尼就是当拜四当我去迄移民局的时阵办物件办了，伊就要我搬去。结果咧，我游玩是伫遮，对。今日早起本地，顶礼拜的时阵，老师甲我讲，是约今日早起9点，伊叫我8点就起来啊，就起来准备啊，款款的。到8点半的时阵，我就看老师就写批来甲我讲，咱该下晡2点去哦，因为司机伤无闲啊。哦，到底？我就想讲好啦，安尼着下晡较去好啊。下晡我着先，因为中昼我着毋知要食啥，我着只好去楼顶甲朋友借迄位仔，煮一个泡面食食的。因为我着毋知影啥物时阵会搬去哩，所以我着毋敢买物件，所以就知影拢食泡面啊，无就是去超商买安尼。下晡咧，我去学校的时阵。就是因为我昨昏就问我一个选课的老师，我就问伊讲，我啥物时阵会当收到我的迄个上课的时间表，我啥物时阵会当去学校上课？伊昨昏就无甲我回我，今日的时阵伊就甲我回讲，即摆有淡薄仔问题呢，你的迄个韩国话课迄有淡薄仔问题呢，可能爱先解决这个问题哦。我就问讲，安尼我会当选啥物课啊？你敢会当帮我看一个啥物的？我就想讲，迄个时阵已经点我就想讲安尼，我就顺续摕昨已经准备好的迄种台湾的伴手礼，就先去学校，顺续去找伊，因为我嘛有准备一份要互伊嘛，我就问伊讲，你敢会当先替我选的？若是你感觉会使的话，就会使，因为伊就讲有一个课。有一个课呢，对伊来讲可能较简单，我就想讲，袂要紧啊，简单嘛好，会当，所以伊就帮我选，我就顺续摕破出来互伊，顺续搁去找另外一个老师，伊就带我去迄移民局办迄个居留证。去呢，塞车加开车呢去差不多1点钟吧，有淡薄仔远，毋过我是感觉塞车的成分较大啦。对，然后阮去遐的时阵，老师就带我先去后壁一间小小的办公室，去遐先试你的手指头翕你的相翕了后，再去楼骹一个所在，老师就帮我处理遐资料啥物的，处理了就结束就搁转来啊。对，毋过我感觉转来的时阵较紧诶，可能是迄个移民局较偏僻吧，所以遐转来较少，转来车较少，毋过去诶车较济，所以才会塞车。
今日咧，阁要甲来总结一下，我伫即间房间第9工，有啥物是互我到即马淡薄仔袂惯势的，毋过即马搁咧习惯当中的。第一点就是电火伤悬啊！有看到我进前个影片的人，应该有看到，迄电火对我来讲真正淡薄仔悬呢。我的手伸落地，搭卡会着迄个电火的迄个开关，所以对我来讲，搁需要淡薄仔时间去适应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因为遮个空气，搁有房间内底会放烧气，所以内底较焦。拄来的前几工的雨片仔伤焦，所以你着爱准备一碗水啊，还是啥物的放踮房间，互房间内底动动，安尼你的片仔较袂遐尼焦，无你的片仔会流鼻血。所以，对，这就是一开始来的时阵需要适应的一个问题。毋过即马我感觉已经适应了差不多啊。搁第三个呢，是我第一工的时阵要洗身躯的时阵，发现讲，水道头的水拍开，我想讲，本底阮看伫个水道头，伊毋是有分红色甲青色吗？阮就想讲，红色是烧水，我就甲转落，结果等足久的，我想讲，哪阁是冰水？想讲，害啊，我是要洗冷水，是要寒死啊，我落死啊！结果我就去走去迄洗面台，想讲假转看觅，结果我就想讲转红的嘛是冷水，无我转看觅青好啊，转过，哪会烧水啊？我才发现讲遮的水道头的迄红色甲青色，甲咱所想的本地咱伫台湾的迄个烧水甲冷水是颠倒反的，所以这就互我到即马阁需要惯势一下。第4点呢，就是早起啊，无就是可能下晡下班时间的时阵，你就会互迄声车的声，就是有人一直叭叭叭咧，互人吵精神啊，无就是下晡的时阵会一直互人吵。因为遮呢外口是一条细条路，毋过对面有一间寺庙。逐工来的人嘛真济，附近嘛有淡薄仔公司，所以有的人可能就是经过遮，无就是要换入去迄停车场，所以可能就迄路较细条嘛，所以就等袂掉，逐个人就等袂掉，逐工迄个叭叭叭叭叭，逐工迄有够吵的，有够吵，到暗时啊呢，有当时啊啦。就会听到有人甲迄音乐，咧开车啊，甲迄音乐转啊足大声的，足想要分享给大家听共款的，有够吵的吵。毋过了后若是有迄段影片的话，甲翕互大家看，真正，迄饲喇叭的声真正足吵的。第5点呢，是因为我即马袂晓讲蒙古话嘛，所以我看有诶可能就是英语啊，无就是韩国话啊，所以我是前几工可能去后壁迄个卖物件诶迄种超市去买物件诶时阵，我可能拢会选迄种我看有诶韩国话诶泡面啊，无就是看起来就是应该是韩国诶迄个饭圆吧，我就会买迄，就是买我看有诶。我阁有买韩国诶迄个泡菜，所以我就即几工以来，我就是买我看有诶物件，所以大部分拢是食韩国物件较济啦。因为有一摆我就会当看相片，我就是有食韩国诶饭圆，搁食配泡菜啊，安尼入去过即几工。毋过即几工我有淡薄仔试一寡超商内底，毋过毋是韩国菜诶物件，有淡薄仔咧试看觅啊。就第6点呢，就是伫遮我伫遮9工是有发现讲伫遮英语敢若是袂啥通啊，因为我
我到外口迄保全啊，要讲英语，感觉伊嘛听无，啊，伊讲蒙古话我嘛听无，毋过就是比来比去啊，啊无就是我着听，我听有诶，听有诶，啊无就是摇伊看伊咧讲啥，对，啊，宿舍诶管理员啊，敢若会晓讲一点点仔英语吧，毋过我无甲伊有足济交叉，所以也毋知。毋过我伫外口诶感觉是英语袂使话通诶感觉啦。毋过伫学校是因为老师拢国际处诶老师是拢有学过英语，所以佫感觉还好。毋过其他诶人互我感觉起来真诶是英语敢若袂使通，毋过我佫会继续观察看觅，看是毋是安尼。对，啊，今日咧就是我伫遮9工诶小小诶总结，6项总结。若是以后有佫发现啥物诶话，再来甲大家分享哦。拜拜。